欢迎回到我们5星10年的特别节目现场啊！其实1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在说这个速度过得很快。那么今天我们的回顾板块，先从速度，上海的速度，刘翔说起。如果说五星体育这10年的轨迹，和某一个人的成长轨迹特别契合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刘翔。其实，在片子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10年间刘翔所走过的这一段不断向上，但是又不断遇到挑战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来进入今天刘翔的回顾短片。对于飞人刘翔的关注，既是使命，也是责任。早在2001年，刘翔还默默无闻时，五星体育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这位被孙海平2顾茅庐的毛头小伙子。在广州的第9届全运会上，刘翔打败师兄陈彦浩，成为了国内乃至亚洲篮王。拿到这个金牌很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自那以后，刘翔开始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五星体育的记者也深入机场、车站追随飞人身影，直到他在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以平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一夜成名。在那个美丽的夜晚，从雅典到上海，五星体育通过时空连线，实现了刘翔与父母的岳阳对话。不去了，真的吗？我老了金霸，开心开心。雅典夺冠后，刘翔受到了空前关注。作为来自飞人家乡的电视媒体，五星体育从05年起随刘翔出战国内外各项重大比赛，制作完成4集纪录片《刘翔》，真实还原了他从04至08年间的成长印记。2006年7月，五星体育还作为现场唯一一家中国媒体，独家记录下了刘翔在瑞士洛桑大奖赛上打破世界纪录的珍贵镜头，极具史料价值。太爽了，太激动了。2007年，五星体育多路记者辗转全年各大田径赛场，通过卫星将刘翔的生动影像上百次发回上海。当年8月，刘翔在日本大阪创造第9道奇迹，勇夺世锦赛冠军。赛后第一时间，五星体育就把吃着寿司大快朵颐的刘翔独家呈现给了观众。2008年8月，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因伤退赛，抱着一颗关切之心，五星体育记者在奥运村门口苦苦守候12小时，直到凌晨才见到刘翔，用镜头留下了他退赛后最真实的一面。我从来不轻言败的嘛，对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脚什么时候能够好起来。在前所未有的责难和非议中，刘翔抱着坚定的信念，积极治伤，而五星体育的镜头也始终不离不弃，陪伴左右。在美国，我们拍到刘翔拄着拐杖艰难康复；在上海，刘翔受伤后的首次参赛，也通过如此经典的解说深入人心。刘翔倒在了红色的跑道上，对于他而言，过去的1年实在太煎熬了。从2009年起，刘翔的复出之旅并非一帆风顺。他的脚伤康复也是一波三折。09年10月夺得全运会3连冠后，刘翔做客五星体育的前方演播室，首次在镜头前袒露心声。在长辈眼里，我永远是个小孩子，但是肯定我要慢慢的长大。2010、2011，五星体育继续追随刘翔去往多哈，赶到大邱，努力将最真实的刘翔定格在镜头前。他有时是孤独的，是无奈的，有时又是无上快乐的，是孩童般的，而更多的时候，刘翔是霸气的，是自信的，是内心十分强大的。甚至在大邱被罗伯斯意外打手而丢金时，刘翔仍能展现出大将风度。从2001到2011，整整10年，五星体育用心记录刘翔的成长，见证他的蜕变。未来1年，在通往伦敦奥运会的征途上，五星体育将追随飞人脚步，记录刘翔的冲冠之路。
10年对于刘翔来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小伙子到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巨星，当然这其中也不是一帆风顺。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做刘翔专访的时候是在2009年，全运会之后是在济南。当时刘翔给我的印象就是因为已经经历了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个低谷之后，再见到刘翔，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刘翔成熟了。很多事情他思考的更深，同时刘翔没有丢掉他一贯的乐观和幽默，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当然我知道这次唐蒙又做了他的专访啊，2年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基本上可以说和小薇那种感觉呢是一脉相承。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问题当你还没有问完的时候，刘翔已经开始回答了。我想还是在于他现在对于媒体的提问，他已经有了自己一套非常圆熟的应对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仍然是成熟。这种成熟不是圆滑，我觉得在这种成熟的同时，还能够看到他现在对人生，对他所经历的很多困难，他有着一种非常豁达和这种非常开朗的看法。我觉得他之所以生来是一个天性是一个快乐的人，还是在于这种快乐到最后呢，给予他非常强大的力量。没错。那么我们知道唐蒙这次很有幸做了刘翔的一个专访，我们也很想知道刘翔现在又说了一些什么。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进入不久之前我们刚刚为您制作完毕的刘翔这次独家专访。这里是新庄基地的室内田径馆，我所在的就是刘翔每天训练要跑过的跑道。在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顶级舞台上，刘翔每次在跑道上出现也不过是10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在这里他每天都要出现，每天在这条跑道上要跑上很多很多圈，到底有多少公里数，恐怕连他自己都很难计算在内。从2001年初出茅庐到今年，刘翔在田径舞台上走过了整整10年，这10年也正好是5星体育发展壮大的10年。这10年间，刘翔所经历的故事恐怕是一言难尽。那么今天就在这条他最熟悉的跑道上，就在这里，刘翔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述了这10年间他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刘翔今天坐在这里，我突然就想起了7年前，当时在雅典奥运会你夺冠的那个夜晚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你也是坐在画面的这边，我也是坐在画面的这边，背景就是当时我们夺冠之后那个主体育场的夜景。然后我还记得在我们开始节目之前，你跟你妈妈打电话特别兴奋，说我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对。但是也没想到一晃就是7年的时间过去了，人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呢，自己难忘的那个夜景，会在这种时间的流逝中变得好像更加的鲜明，好像回顾往事就只剩下那个点很闪亮的在那里。是有时候静下来也会回忆到当初夺冠的时候的场景，就是前前后后，然后每一幕好像就在昨天一样，反正很深刻。有时候做梦也会梦到然后会很开心的。当时的话，我夺冠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接受上市然后5星体育电视台的采访，我之后看了，我也想象不到这个是我，对，我不清楚在那个状态下说的话，之后我也傻掉了。当时这个话是我说的吗？很多话，在我平时安静下来的话，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对，只有当我到那种比较激动、比较兴奋的状态下，然后我才会那么的慷慨激昂，感觉自己有点被自己也感动到。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把窗门都关上，然后把金牌拿下来，当然就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就感觉这个是不是个梦？对，我想把它放在枕头下面，希望明天早上起来它不要不至于溜走不要飞了。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记得是10点多吧，然后起床，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快一点，来看看枕头底下金牌在不在。我
今天是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对于我们中国男子短胯项目来说，在世界前坛有着可以争取到一点的位置吧。对，可以证明我们黄种人不会输给他们黑人。对，相信我没错的。我觉得雅典奥运会的夺冠确实是像一个很美丽的梦，但是你有的时候还得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你在采访的时候，你还要自己受伤的脚还要稍微的冷敷一会儿。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08年的时候可能你有受伤的情况，但我觉得伤病可能从更早的时候就一直跟你伴随在一块。我记得06年的时候，我看新闻报道，当时你有差不多80多天的时间，你也没穿过冰鞋。其实不过可能很多东西在那个时候是被掩盖了呢，还是被对，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也不是很有，因为我感觉自己主要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去保护它的意识，感觉一点小酸小痛，运动员肯定都会有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从05年就开始了，我觉得那个脚跟有点酸，因为经常穿钉鞋嘛，训练强度也比较高，然后那个时候比赛也特别多，经常叫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所以说那个时候脚酸也没有在乎到什么，但是后面就想去顶一顶，这之后又过来了，但是久而久之就可能然后比较厉害一点。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有的时候运动员往往是当小伤出现的时候，还正好是他巅峰的时刻，他会忽略掉，对，他会更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因为你想，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成绩是达到历史最好的时刻，破世界。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隐患，对。但是运动员有伤病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是要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程度。其实当时我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过受伤，然后身边的可能教练，然后一些人可能也不是很重视，然后大家都没有在意，关键是。所以当你去瑞士参赛，就当时人处在一种非常良好的身体状态的时候，恐怕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一样，这种小小的酸痛根本。其实破世界纪录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06年，那个五星体育的赵毅，他也当时就国内媒体，我记得就他，跟我们去了瑞士洛桑，然后当时破世界纪录他也在场。那个时候，其实破世界纪录的时候脚就感觉有点不适，对，但是只是酸而已，没有到痛。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宣传片里都用了你破世界纪录时候的那个画面，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外电对你的评论呢，仍然是觉得你是代表一个新时代的这种中国的形象，人非常的张扬。也不是我觉得我在赛场上可能比较张扬一点，但是在生活中我还是比较安静，比较内敛的一个人。起跑其实不是很顺利，第一个栏过了不是很顺利，但是我觉得我后面越跑越快，真的太棒了！我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有可能就是洛桑是我的福地吧。我觉得这里是我的福地，是我的幸运之地，这也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一定要留住欢乐每一刻，请大家记住我。就其实我觉得竞技体育这能有一次突破，我感觉已经挺不容易了。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不是看重我去破世界纪录，或者真的是拿奥运会冠军。大家也许可能说你又在说风凉话，你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世界纪录也破过，奥运会、世锦赛、全运会、亚运会什么金牌都拿过。但是我觉得，走到现在，我觉得唯一支持着我的，我觉得就是一种快乐，一种信任。到现在，因为其实刚刚开始接触到竞技体育，接触到跨栏这个项目，其实当时